美國全球實力嘅衰退，歷史嘅轉折點。你有冇聽過一句話？困難嘅時代造就堅強嘅人，堅強嘅人創造繁榮嘅時代，繁榮嘅時代培養出軟弱嘅人，而軟弱嘅人又帶來困難嘅時代。呢句話其實好貼切咁解釋咗歷史上點解強盛嘅文明最後都會走向衰退。而家好多專家認為美國正進入呢個循環嘅最後階段。長時間嘅富裕令到人哋失去危機意識，而一啲新上台嘅領導者，有啲係無意嘅，有啲可能係有意嘅，正係將國家引向一個更艱難嘅時期。但呢個轉變對好多美國人嚟講仲未明顯，因為變化發生得太快，一般民眾仲未察覺。不過喺國際上，大家已經明顯感受到美國地位嘅轉變。好多國家對美國嘅信任緊減少，唔只係懷疑，更多係開始排斥美國嘅影響，並試圖脫離美國主導嘅全球秩序。而家世界正快速走向多極化，唔再係由一個超級強權主導。呢種改變也許仲有機會逆轉，但前提係美國必須重新調整方向。從歷史嚟睇，所有帝國嘅崛起都係建立喺兩大支柱上。軍事力量同全球貿易，美國都唔例外。特別係喺二戰之後，佢透過建立國際貿易網絡同軍事基地，擴展咗自身嘅影響力。但同以往嘅帝國唔同，美國多數時候都係以保護者嘅姿態介入，換取合作同貿易，而唔係直接征服。呢樣令到美國喺唔佔領土地嘅情況下，都可以享有龐大嘅經濟利益。然而，近幾十年，美國國內嘅觀念出現轉變，好多人開始覺得參與國際事務係負擔，而唔係資產。呢種態度喺特朗普上任後變得更加明顯。佢嘅言論同政策，包括想買下格陵蘭、掌控巴拿馬運河，甚至提到加拿大，都令世界感到不安。再加上對加拿大、墨西哥同中國嘅貿易夥伴徵收關稅，都嚴重打擊咗建立多年至今嘅經貿互信。喺外交上，美國終止對烏克蘭嘅軍援，更被視為背離咗承諾嘅象徵。關稅政策反映出一個問題：美國誤解咗自己長期以嚟嘅經濟優勢。事實上，能夠從世界各地進口廉價商品，係好多帝國嘅共同特徵。呢唔係弱點，而係優勢。而家美國反而反其道而行，想透過提高物價嚟鼓勵本土生產，但好多經濟學者指出，呢種做法短視近利，忽略咗全球供應鏈嘅價值。喺軍事方面，美國亦都緊慢慢退出佢原本作為信任安全夥伴嘅角色。以前美國透過保護盟友，建立咗穩定嘅全球合作網絡，但而家呢種信任已消失。呢樣亦都令其他國家不得不重新思考，佢哋仲可唔可以依賴美國？例如瑞士最近就喺度討論仲應唔應該繼續買美國嘅戰機，因為佢哋擔心美國唔再係一個穩定嘅合作夥伴。失去信任就等於失去影響力，而當盟友漸漸抽身，美國嘅對手就會迅速填補呢個空缺。諷刺嘅係，呢一切問題嘅源頭，其實係美國內部對援助烏克蘭嘅反感。呢筆援助其實仲低過美國每年靠軍售賺到嘅收入。為咗慳少少錢，美國反而失去咗整個全球信任體系，真係得不償失。好多政策都打住保護國家利益嘅旗號，但事實上，過去可以避免世界大戰，正正就係因為美國選擇同盟友站埋一齊。北約嘅存在就係最好嘅例子。但而家美國對北約嘅支持態度變得模糊，亦削弱咗全球最重要嘅和平機制之一。同時，美國仲喺講話要拿格陵蘭，呢個真係令人疑惑。唔係早就透過合作享有格陵蘭嘅戰略利益咩？從合作領導轉向單邊掌控，呢個轉變令盟友開始警覺，美國可能唔再值得信賴。以前嘅美國係全球秩序嘅守護者，而家就好似只想攞晒好處，但唔想負責。可惜嘅係，
影響力從來唔係免費嘅。如果唔肯付出，就唔可以長期維持主導地位。其他國家最終都會選擇離開，但機會仲喺度。特朗普都曾經喺國內壓力之下撤回部分關稅政策，呢證明只要有人肯講真話，局勢係可以改變嘅。保守派入面仲有唔少理性聲音，佢哋唔係辯捷，而係真係睇得清楚國際局勢。真正嘅保守主義係喺關鍵時刻堅守原則，而唔係盲目跟風。即使你唔完全同意入面所有觀點，我都希望你可以理解呢段內容背後嘅提醒。記得訂閱頻道，按個讚，仲可以分享俾你嘅朋友，一齊認清世界變化。